平時入去玩百家樂，又或者買親股票，都急住想一鋪翻本，係咪同出面9成9嘅水魚一樣更嘅？仲日思夜想緊一條可以幫你必贏嘅公式，而根本唔知呢個世界上唯一合法無情兼且100%必勝嘅天機，早已經被莊家寫死咗喺大數定律入面。如果你仲以為靠運氣可以發達，以為下一鋪就會轉運，我同你講，你送幾多本金入去撞起？數學規律就少立幾多，分毫不會少你。今日我會用最真實嘅數學模型深度拆解為乜嘢百家樂根本冇必贏，只有必輸嗰種期望值交殺。同時，我亦都會毫無保留話你知，真正嘅職業博弈者係點樣反客為主，利用大數定律呢張底牌，將人生金入面每一個決定都變成一場不敗必勝局。你試諗下，你係咪成日都覺得自己只係差少少運氣？你係咪覺得只要再搏多一鋪就可以將之前輸嘅全部贏翻嚟？你係咪成日都覺得自己睇路單睇到好有心得，已經掌握咗某種規律？我同你講，呢啲全部都係洞場最中意見到嘅心態，就係自己喺度同莊家鬥智鬥勇。其實你只係喺度同自己嘅幻覺玩遊戲。賭場最中意你呢種人，因為你嘅自信就係佢哋嘅利潤來源。好多業餘大客研究咗大半世人路單，睇到眼都花晒，覺得自己只要夠理智、手氣夠順，就一定可以必贏。我同你講，個係天大嘅縱言。洞場根本唔屑去出千，佢哋連出千嗰份心機都慳翻。因為百家樂喺數學設計嗰刻起撞起，買莊已經有1.06%嘅莊家優勢，買閒就更加高，有1.24%嘅莊家優勢。呢個睇落好細嘅百分比，喺數學上有個正式名叫做負期望值。當你落注嘅次數無限咁增加落去，大數定律就會好似一具冇任何感情嘅吳玉基撞一蚊一蚊，就咁冧到冇一忽偏差咁，將你袋入面嘅本金一路吸走。你可能會問，1.06%同1.24%聽落好細啫，有咩好驚？我話你知呢個百分比嘅恐怖之處，你係在於佢嘅累積效應。你玩100鋪，可能只係輸好少，你甚至會覺得自己贏緊。但當你玩到1000鋪、10000鋪、100000鋪嗰陣，呢個百分比就會好似滾雪球咁，將你嘅本金一層一層咁陰走。你每落一注，期望值就係負數。你玩得越多，你就輸得越多。呢個唔係運氣問題，係數學問題。洞場根本唔會理你頭半個鐘贏成點，只要你留喺賭桌上。大數定律就係時間最大嘅盟友，遲早一定會將你拉翻去輸錢嗰條概率平均線度過，先係你會先贏後輸，最後一定清袋嘅數學底牌。點解你贏咗10萬就走唔甩，而賭場贏咗你10萬，佢就可以長賺長有？賭場嗰筆資金喺數學角度睇，代表緊無限本金，而你手上嗰筆本金只不過係有限資源。呢個喺隨機過程理論入面個正式名叫做賭徒輸光定理。喺一場負期望值嘅無限回合博弈入面，一個手持有限資金嘅玩家破產概率係100%走雞。你喺斟酌上贏到錢嗰陣，只不過係隨機波動入面偏向正數嗰個暫時振幅，唔係你技術好，亦都唔係你運氣特別強，繼續玩落去，大數定律就會無情咁將你榨乾啊榨淨。你以為鬥場最驚啲咩人？最驚嗰啲贏咗錢就走嘅人，
因為只要佢哋走咗，大數定律就冇機會發揮作用。但人性就係咁，贏咗10萬就想贏20萬，贏咗20萬就想贏50萬，永遠都覺得下一鋪會贏得更多。嗰呢就係將贏翻嚟嘅錢鏈同自己嘅本金一鋪清袋。何好新一生人都唔到啊！唔係因為佢冇錢，而係佢太清楚唔參與呢場注定必輸嘅遊戲，先係保護本金唯一嘅辦法。你以為道王識贏，其實佢真正嘅智慧係識得由頭到尾都唔上台。聽完大數定律同有限本金嗰場無情禁殺，你終於明白點解自己以前越想追數就越輸得慘。不如而家即刻撳個訂閱掣，順手打開埋個少林。我保證呢個頻道之後分享嘅莊家防守智慧，會係你今年睇過最清醒、最唔使交智商稅嘅乾貨，冇之一。急撳個掣，訂閱關注。下半 part 我會直接同你拆解點樣借用華爾街嗰套數學工具，將呢種負期望值嘅人生強行扭轉做一場必勝局。個大數定律放喺造場以外嗰個金融市場一樣照做無情。你有冇留意過好多散戶買股票日日追高殺跌，短線咁進出，計啲數一年落嚟，其實輸多贏少，正就係金融市場入面嗰種負期望值磨損。每一次頻密落單買賣，背後都藏住手續費、印花稅、買賣差價呢啲摩擦成本。呢啲成本就好似百家樂入面嗰份莊家抽水一模一樣。你唔覺，但佢日日都喺度咬緊你。你計下數，假設你每次買賣成本係0.3個巴仙，你一個月交易20次，一年就係240次。0.3巴仙乘240，已經係72巴仙。即係話你未開始賺錢之前，你已經要倒貼72巴仙嘅本金俾手續費同稅項。你一年要賺超過72巴仙，你先至叫打和，覺得自己有冇咁嘅？你以為自己係靠技術揾錢，其實你係用一堆高昂嘅摩擦成本，主動將大數定律嗰份無情文石啲親手迎接落自己嘅資產包度。真正嘅職業高手從來都唔會頻繁交易，因為佢哋好清楚一樣嘢：你玩得越多，你嗰份優勢就越少，大數法則就會越快浮翻出嚟收拾你。好多人沉迷買高排率、高抽水嗰啲附注，好似百家樂入面嗰種和局咁，莊家優勢高達14.36%，又或者對子優勢都有10.36%，又或者喺股市入面專買啲高風險、冇任何基本面支撐嘅垃圾仙股。佢哋覺得自己咁樣做係以小博大，聽落好威風。喺莊家眼度，呢種行為不過係典型送錢俾人嘅水魚行為。你諗下，和局嘅賠率係1賠8，聽落好吸引，但係佢嘅真實概率係幾多？只有9.5%，即係話你買100次和局，理論上只有9.5次會贏。你嘅期望值係幾多？100蚊乘9.5，減翻你輸嗰90.5次嘅本金，淨損失就係14.36蚊。呢個就係莊家優勢嘅來源。佢哋唔使出千，唔使做任何手腳，淨係靠呢個數學上嘅優勢就可以長期穩定咁贏錢。高賠率嘅產品其實係精心設計出嚟，專門麻痹你個腦嗰份痛感嘅放血工具。佢利用你對高回報嗰份渴望，個極低嘅概率，慢性咁聞食你嗰筆核心老本。當你將精力同本金分散落呢啲負期望值嘅雜音上面，個腦嗰份情緒就會隨住起起落落。
慢慢失去對大局嗰份冷靜判斷。等到真正高勝率嘅大機會嚟到嗰陣，你早已經精疲力竭，筋亦都清晒。你以為自己識玩，其實你只不過係喺一堆冇乜意義嘅雜住入面，一路上腦一路落重住，將自己嗰副精神同老本齊送埋落個侮辱機度。你知唔知點解賭場永遠都咁豪華咁靚？因為啲裝修同冷氣全部都係你同其他水魚夾錢埋單嘅。講到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你喺現實生活入面自己出嚟重驗又好，有冇試過因為心存崩寒，一路頻繁進出市追逐嗰啲睇落回報極高，但係其實勝率極低嘅仙股或者附注啊？計數你到底交咗幾多智商稅落去？歡迎大家而家就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下你自己嗰段血淚教訓，大家一齊交流下，睇清楚呢個世界背後嗰個真相。你分享一個經歷，可能就幫到幾百個睇呢條片嘅人避開同一個坑。既然係一場負期望值嘅遊戲，注定俾你玩到清袋咁我哋應該點樣利用呢條不敗規律，反客為主？答案好簡單，就係用擁有嘅邏輯取代消費嘅邏輯，喺自己人生入面建立翻一份正期望值資產。乜嘢叫正期望值資產？就係嗰啲你唔使頻繁操作，唔使日日睇住都會自動增值嘅嘢，例如撞期。一個穩定派息嘅優質股票，佢嘅股息率可能只係得4厘5厘，聽落唔算好高，但呢個回報係穩定嘅、可預期嘅，而且係正數嘅。持有佢1年，你嘅期望值就係正數；你持有佢10年，你嘅回報就會複利增值。呢個就係正期望值嘅力量。普通人賺錢為咗消費，為咗娛樂，將節咁放晒落一堆負期望值嘅嘢入面，搏一搏買負債，追一鋪快錢中啊！佢哋買名牌手袋，買最新型號嘅電話，買車買樓，全部都用晒現金，而且呢啲資產大部分都會折舊，越擺越唔值錢，將錢使咗就冇咗，就係負期望值嘅行為。何故新賺錢窮嘅？係為咗攞去告敗嗰啲可以不斷產生穩定現金流，本身就具有長期期望值優勢嘅莊家資產，夠穩定派息嘅優質股票，有護城河嘅商業模型。佢哋用錢去買資產，資產產生現金流，現金流再買更多資產，呢個就係正期望值嘅循環。呢個係一次思維上嘅根本轉換。唔好再將投資當成賭博，學何冧身嗰種擁有資產嘅思維。由今日開始就做翻一個規則制定者，而唔係一直俾規則收割嘅韭菜。你或者會問，我手頭上得10萬8萬，點樣買資產？我話你知，資產唔一定係幾百萬嘅樓、幾千萬嘅生意，你可以買 ETF、買 REITs、買一啲穩健嘅收息股，甚至你可以用筆錢去進修去學一門新技能，去提升自己嘅競爭力。呢啲都係正期望值嘅投資。你今日用1萬蚊去學一門手藝，將來每個月可能多賺3000蚊，田就多3萬，10年就多3就6萬。呢個回報率遠遠高過你任何一次賭博。仲有你要學識建立被動收入，收入就係你唔使付出時間同精力，都會自動流入你戶口嘅錢，股息、債息、版權費、租金，全部都係被動收入。當你嘅被動收入足夠覆蓋你嘅生活開支嗰陣，你就達到咗財務自由啊！呢個就係真正嘅必勝局。你唔使再追高殺低，唔使再同人鬥智鬥力，你淨係坐喺度，錢入住自己嚟。呢個就係正期望值人生嘅終極形態。
博弈玩到最後，你會發現動緊嘅根本唔係手上嗰張牌，而係你對自己嗰份冷漠嘅絕對克制。業餘者成日喺狂喜同絕望之間打滾，俾多巴胺牽住鼻哥走。佢哋贏咗錢嘅時候，覺得自己係天才，天下無敵；輸咗錢嘅時候，就覺得自己運氣唔好，下一鋪會贏翻。佢哋嘅情緒完全被市場牽住走，永遠都做唔到理性嘅決定。真正嘅強者反而喺一套鋼鐵紀律入面，機械化咁執行翻個指令。短期嘅上上落落毫無波動，佢哋唔會因為贏咗錢而開心，亦唔會因為輸咗錢而沮喪。佢哋知道短期嘅波動只係隨機噪音，長期嘅糟勢先至係關鍵。佢哋會嚴格執行自己嘅投資計劃，唔會因為一時嘅衝動而改變。佢哋知道紀律就係佢哋最大嘅武器。人生本來咧就係一場漫長到冇邊際嘅隨機漫步，你根本冇辦法預測市場點行，更加冇辦法預測生老病死幾時嚟。但只要你識得控制自己嗰份慾望，對自己個腦入面嗰份唔心理，一樣建立翻一套零信任機制。喺概率開始對自己唔利嗰陣，夠膽嗰段離場，逼虎斷尾，你就已經成為咗自己人生嗰位莊家。保住你嗰筆本金，就係保住你無限次重新出發嘅資格。你記住，輸錢嘅時候最忌咁嘅就係追數。你一追數，你就會亂，一亂就會落重注，一落重注就會輸得更多。呢個係一個死循環。正確嘅做法係設立一個止蝕位，輸數某個數就即刻離場，唔好留戀。今日輸咗，聽日再玩過，你永遠都有機會，第二嘅本金仲喺度。但如果你一鋪清袋，你就連玩嘅資格都冇。呢個就係倒圖輸光定理教識我哋嘅嘢。另外裝啊，你都要學識管理自己嘅注碼，永遠唔好將所有嘅錢擺喺同一個地方，亦都永遠唔好一次過落重注。你應該將本金分成若干份注，只佔總本金嘅一小部分。咁樣做，就算你連續輸幾鋪，你嘅本金都唔會受到致命嘅打擊。你仲有子彈可以繼續玩，仲有機會等運到。呢個就係資金管理嘅重要性。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你要分清楚投資同投機嘅分別。投資建基於價值同基本面，你買嘅係一間公司嘅未來盈利能力；投機係建基於價格嘅短期波動，你買嘅只係市場嘅情緒。大部分散戶都係投機者，佢哋根本唔知自己買緊乜嘢公司，淨係睇住個股價上上落落。結果呢，佢哋就變成咗市場嘅物。真正嘅投資者會花時間研究公司嘅年報、管理層、行業前景。佢哋買嘅係價值，唔係概念。呢兩種心態決定咗你最終係贏家定係輸家。今日同大家深度拆解咗世上唯一稱得上必勝嘅期望值天機大數定律之下，贏幾多嘔幾多嗰段數學真上，希望可以幫你一腳踢開嗰種必以為靠直覺、靠撞彩就可以發達嘅刀途錯覺。太同人生戰場道理其實一模一樣，唯有靠絕對嘅自律同埋對自己個腦嗰份衝動，保持一份零信任，先真正有資格喺呢場遊戲入面生存落去。你今日學到嘅嘢唔單止可以用喺東台同股票市場，仲可以用喺你人生每一個重要嘅決定上面。無論係轉工、重要、結婚、買樓，你都需要用同樣嘅理性思維去分析風險同回報。咁你唔可以因為一時衝動就做決定，亦唔可以因為
人哋嘅意見就影響自己嘅判斷。你要學識自己做功課，自己計數，自己對自己負責。覺得今日呢個老江湖嘅硬核解釋真係幫到你睇清規律，學識好似莊家咁樣理智思考。唔該，你而家即刻撳個訂閱掣，打開埋個小暗洞。我哋每個星期都會用最真實、最經得起數學同科學推敲嘅嘢，帶你一齊睇清呢個世界底層嗰度規律，教你避開各種收埋喺暗處嘅人生陷阱。撳個掣真係好簡單一個動作，但係會係你今日做過最理智、最唔使交智商稅嘅一個決定。最想將今日呢條片入面邊一句老江湖保本天機分享俾你身邊有買股票、有搞投資嘅朋友聽。歡迎你而家就喺下面評論區撞起，寫低你自己嘅感受，你隨手一個分享，可能就已經幫緊佢避開人生一個大坑。呢個先係最貴重嘅一次提醒。記住，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就改變咗一個人嘅命運。多謝大家陪我行完呢一趟江湖路遠，守住你自己嘅本錢。我哋下期再見。下集我會同大家拆解點樣用海利公式計算最佳注碼，將你嘅資金運用效率推到最高。記得留意。